哎，哈喽，今天吃点什么？有点热，今天啊。你这是不是有点太明显了？是，手里拿不方便。我先想想啊，吃什么告诉你。行吧。哎，老板，老板，给来碗牛肉面。就这么近一点，你至于打电话来吗？不是，手机信号好不好？太嚣张了。哎呀，好痒啊！先来吧，有点痒。先给钱，多少钱10块钱。哎呦我的妈！不卖给你，你凭什么不卖给我？我就不想卖给你。滚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你笑起来真好看，像春天的花一样。爸爸，你女朋友挺漂亮。那是，你英文怎么样？球也不懂。I love you。他说这啥意思啊？就是点餐的意思。啊，留学回来就是不一样。动物园。爸 I love you。 ，I love you too。哎呦我的妈！梦中人的梦中，梦不到悲曲散，往事如风。空空的天空，容不下笑容，伤神的伤人的太伤心。老公想吃这个。放着。什么这个？咱家说的咋说的？你不是啥也不买吗？就想领你逛逛街吗？看看得了呗，就。我想吃这个，老公。哎，别吃了，这什么吃嘛？走，逛逛街城。老公，我想吃这个。放着，啥不买？哎，我就要吃，我要吃那个。要吃。老公，我想吃那个，我想吃那个虾条，我想吃那个虾条。怎么还能说话呢？哎，这回嘛，行吧。这薯片想吃不？想吃啊，不买。这个呢？这个想吃吗？不买就留着。笑起来真好看，像春天的花一样，把所有的烦恼、所有的忧愁，统统都吹散。我行，夜里做美丽的梦，想清醒我却抵不过心动。哦，梦里你是无力的黑洞，我无力抗拒失重。我的意识自空脉搏流动。
took my heart